哈嘍，今日分享一隻好新嘅玫瑰金地通拿，客人唔小心撞崩咗個圈，想補金修復。呢個圈係全新一手未打磨過，原裝打磨平面非常直，所謂嘅鏡面直邊圈。另外字體清晰深邃，顏色純黑色，油墨均勻平滑，每個數字同英文字母都係同標圈表面齊平。標圈80刻度有輕微崩之外，整體都係發絲花，可以講十分新淨。我哋就針對標圈整體做補金翻新，填補崩位之餘，要保留原裝未打磨感覺。放大鏡望原先崩位已經消失，補金後無痕跡留低，無顏色偏差，完全將填補部分同標圈二合為一。補金後續打磨亦能保留字體油墨深度，喺盡可能唔改變標圈原裝角度情況下，完成翻新修復工作，令手錶唔會一眼睇出係被打磨過，靜悄悄咁變身。